政府咧而家咧就大力呢個推動新界西北發展，咁呢一個其實我係贊成嘅。當然你話喺交椅洲整個人工島6000頃咁，我就唔會贊成。但係咧事實新界北係應該發展嘅，所以我都相當贊成。但係究竟新界北發展咁大，講緊過萬億嘅工程，究竟益咗香港人啦，定係外資工程公司呢？究竟香港嘅工程公司有冇辦法，或者有冇可能喺呢一個咁龐大嘅工程計劃下邊分一杯羹呢？咁我就好有保留，但係咧我就覺得值得研究。咁同埋咧就係喺工程界出現好多時判上判嘅現象，就出現咧就好多2判3判嘅工人冇錢出糧等等。咁呢啲現象究竟係點樣可以解決，或者點解會發生呢？咁同埋咧，政府好多時俾人詬病價低者得，究竟有冇改善呢？咁我咧今期咧就好特別，就請咗個正式本地嘅工程公司，中小型嘅一個創業板嘅公司，莊先生 Boris， 我相信你同我哋傾下。咁傾完之後，大家了解多啲，究竟而家西北大都會本地嘅工程公司有冇辦法分一杯羹咯？判上判點樣解決啦？或者價低者得有冇改善嘅方法咧？咁大家睇一睇。Hello， 大家好，今次輪到係我去到冼師傅廣場嗰度，我都好似冇見啊冼師傅，冇嚟過冼師傅廣場，咁就係同冼師傅啦，同埋阿莊生，阿 Boris， 咁大家都好朋友嚟嘅，咁而且咧係因為今日就有大約都係隨便吹下水啦，咁但係就有兩個主題，咁第一個就係工程，第二個就係北部都會區，其實呢兩個都係12221嘅，而你哋兩個都係呢項目嘅專家啦。第一就係講一先，你係做工程，做過工程嘅，你講講你嘅工程先。係啦，嗱咁樣講，其實我有起過好多嘢嘅，酒店樓我都起過，但係咧都係俾錢人起嘅。咁你話係咪有啲皮毛咧？咁都有啲嘅。不過咧，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咧，我冼師傅廣場咧就比較多係講時事，但係咧我今次咧就因為北部大都會一個大 project。對香港嗰個工程界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影響，亦都商機。咁我就覺得應該可以出嚟探討下，究竟我哋本地嘅工程公司有冇辦法喺呢度分一杯羹，或者點樣有咩優勢？第二咧，我亦都要講一樣嘢，就係社會好多關心嘅，就工程界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判上判咧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咁又譬如冇俾工人冇出錢啦，甚至爛尾啦。咁呢度咧，我想喺呢度咧就揾阿莊生咧，佢真正業界人士嚇。咁我就想佢俾啲意見嘅。係就咁樣啦。咁就阿莊生講你啲威猛嘅經驗先啦。咁就係阿莊生就係有間上市公司俊傑集團嘅主席，你係 founder 添啦，咁就係你都係你個工程界出身，同埋你都係讀咗 engineer 嗰啲咁樣嘅building 嗰啲嘅學位嘅，咁你大約介紹一下你公司，同埋大約介紹一下你自己個背景先啦。好啊，我哋公司係從事地下營造為主嘅，咁其實我哋會參與過嘅 project 咧，就包括咗中九龍幹線啦、將南隧道啦，同埋三跑嘅隧道入邊。咁其實公司最主要咧係做結構為主啦。咁結構其實我哋參與嘅工種咧就會包括咗就係話繞冠混凝土啦、釘板、紮鐵、落石屎同埋鋼結構。咁其實有呢5個工種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自己咧就選擇咧就會做一個垂直整合模式嘅。咁呢個垂直整合模式咧，其實 compare with 傳統咧，其實嘅判上判啲咩分別咧？最主要就係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話判上判咧，表面上其實係比較簡單。因為大家就可能會諗住就係話可以將啲責任同埋風險咧，就盡量分散俾其他下家或者其他嘅人啊。咁但係喺我哋嘅角度睇就係話，當下家如果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去到最尾亦都會翻上我哋嘅身上。OK， 因為呢樣嘢咧就係話佢嘅責任鏈咧就太長啦。
變咗每一個人個界面咧就可能會有重複重疊，就大家會可能故意或者係無意咁咧，將啲責任咧就俾咗下家或者係俾側邊嘅人啦。咁但係我哋如果自己就話去由核心去自己去管理翻就自己所有嘅工人嘅時候咧，咁變咗就係話我哋每一個工序，我哋自己都可以監察到，自己去睇翻每一個，即係話係咪已經係成功處理咗啦咁嘛嚇。其實咁樣講咧，係咪即係話嗱？我自己理解咧，外判係必須嘅。點解咧？譬如你做咗 structure，咁有啲消防啊或者其他嘅嘢，未必係你哋公司技術主要噶嘛。咁呢啲一定要交翻俾佢啲專業去做嘅。所以我就認為 contract out 係有一定需要。因為我自己都即係起個酒店啊咁起個成。咁但係咧，而家出現嘅判上判咧，就係話，譬如我判咗俾你做水啦，而嗰日再判俾人。咁啊，到最後咧，中間嗰二判或者三判咧就冇錢，或者就將啲錢挪用咗其他，咁啊結果就工人冇錢揾，但係佢最後咧都會追翻個大判嘅。咁我問，譬如呢啲咧點樣可以防止咧？譬如係咪我哋淨係判咗俾你水嚟，你一定要做，就唔好再判啦？我有冇辦法咁樣控制咧？其實而家喺工務局嘅工程，一個發展局啦，喺呢個工程入邊咧，其實都指明就係可以判一次，係啦，判一次。咁其實就算判過一次咧，都係要攞到就係話嗰個業主咧嘅同意書嘅。OK。咁所以變咗就係話喺即係話公共嘅合約入邊咧，呢樣嘢就比較少會發生啦。OK。私營其實我哋相信以後都可能會有呢個監管。私營都好多判2判、3判、4判，但係經過咗即係近排即係話有啲社會嘅事件啦，我哋相信都係呢樣嘢都係會執行。係啦，即係我哋都唔怕講，譬如宏福苑事件咧，其實就好有問題。咁嗱，咁我就呢個開心，因為好多觀眾咧都關心判上判呢個問題嘅。咁我哋應該先即係你今次訪問係捉咗你嚟即係回覆一啲叫做社會問題先啦嚇。咁啊，另外我想問啦，嗱，你哋自己覺得自己有乜嘢能力？同嗰啲咁嘅大企業嘅競爭，因為你知道呢啲大呢個肥豬肉就好多人爭噶嘛。咁好多國企啊咁樣，你哋公司譬如你真係本地公司啦，你認為你有咩優勢咧？OK，如果講緊係北部都會呢個 project 嘅話咧，其實你話即係未必淨係做國企啦，我估外國公司咧都會有興趣一齊爭，因為呢個真係兵家必爭之地咁滯，同埋因為佢投資額大，講緊即係話成個投資啦，講緊3萬億，咁大家都會即係話喺就算喺海外嘅地方，佢哋都會有興趣做呢啲投標。咁但係如果以本地公司嚟講嘅話，其實嗱，我哋如果以即係話以大細啊，或者係以一啲供應鏈嚟講咧，其實我哋未必會即係話同啲國企咧可以有競爭性。咁但係因為始終而家做嘅地方咧係香港啦，咁但係香港其實最出名係一樣嘢，就係我哋嗰個國際標準，同埋即係話喺香港入邊嘅營運模式。因為香港係一個比較細嘅地方，咁其實佢比較集中同複雜。譬如好似我哋起一個西九龍站或者係一個中九龍幹線咁，其實係一個好密集嘅環境，地質環境不斷都係變緊。咁反而喺國內咧，都係一啲大開大埋嘅地方，一條好長，可能係10公里嘅隧道。但係香港可能你講緊1公里入邊，已經係好大變化，又要拆好多座樓啊，要做好多嘅協調啊，先做到。咁香港公司對呢方面係經驗係多啲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就係話喺呢件事入邊，其實我哋唔係一個競爭，其實我哋可能係一個即係聯營嘅模式去做。which 我哋其實而家都係做緊同幾間大龍頭公司啦。咁我哋就話將我哋嘅技術含量，或者譬如好似我哋對合約嘅睇法啦，咁同埋對一啲即係話前期嘅風險入邊嘅研究，咁我哋同佢哋一齊就係話去定一個即係話投標嘅方案。咁就希望攞大家嘅優勢咧，就係話去贏到一杯羹。咁樣我哋用個現代術語講，係咪猛虎同地頭龍合作咧？咁樣咪啱啲咯，即係龍虎會啊嘛。咁你唔需要話去龍爭虎鬥噶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嗱，咪你呢個分析，我覺得係幾好嘅。喂，但係最近咧，政府行嗰啲叫雙信封制啦，同埋技術含金量啦。其實你有冇解釋下？因為呢個咧，因為我做嗰啲同呢啲未試過接觸啊，咁係乜嘢嚟嘅咧？其實？所以信封制其實就係話佢會有2個信封一次過喺投標嘅時候交啦。咁第一個信封咧就係技術信封嚟嘅。咁呢個技術信封咧，其實佢哋係會研究啲乜嘢咧？就係你嘅施工方案啦、安全啦、環保啦、你嘅技術團隊個隊伍啦，夠唔夠資質啦？又或者係你有冇做過以前就係話同樣或者係類似嘅工程喺海外或者係香港
或者係國內。係咁佢哋會睇晒所有嘢咧，就會睇到就係話，你對呢個標書啦，或者呢個項目啦，其實你哋嘅認知係有幾多？你哋嘅前瞻性其實可以睇到幾遠啦。咁即係話業主去睇到呢樣嘢嘅時候，其實佢哋先會做一個就係話技術嘅分數啦。咁同樣嘅時間，其實交嘅時候咧，亦都會交一個就係話價格分數。咁價格分數就係話佢會睇翻就係話，除咗你嘅價格入邊咧，會唔會有啲就係唔合理嘅高，唔合理嘅低？咁咧佢哋會即係話可能會出翻一啲就係話問題，去問翻就係話投標方啦，你哋有冇睇錯啲咩地方啊？呢樣嘢咁其實佢哋做呢個assessment 做呢個評估嘅時候咧，就會睇晒兩個信封一齊睇。咁變咗就係話，其實而家技術分數，我哋睇過單標最高嘅時候，其實佔個分數比例係70%。OK，咁變咗就係話，而家都唔係一定係呢個價低者得。係啦，我就想講呢句啊，因為以往咧好多政府工程又好咩都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價低者得。價低者得咧，當然有圍標唔計啦嚇。如果價低者得咧，好多時就話用個質素去調就個價格，咁嘅時候變咗出現好多質素出現嘅問題。咁如果政府呢個改善咧，其實我就淨係鬧政府嘅，不過咧就唔係鬧係提示啊嚇，你正面睇嘅提示啦嚇，唔中意嘅就係鬧啊。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政府行呢個雙信封制咧，就係針對嗰個價低者得嘅弊病出嚟，我就覺得幾好嘅，因為即係話首先就考下你有冇料先嚇，即係你啲料夠唔夠先。咁你料夠啦，然後先至睇個嗰個價格係唔係叫 reasonable。咁可能你係未必係最低標。你可能係中間標，但係你嗰個技術含金量係強嘅，咁我覺得係合理嘅。咁當然啦，我哋最後都要睇下政府呢個制度係好嘅，實行嘅時候嚟咧，我哋都要拭目以待。啱啊，我哋可以咁樣講啦。因為點解今日嘢太多，我都好少話要事前準備嘅。咁今次我都事前準備啲功夫嘅。咁嗱，你又調轉頭啦，我哋而家做呢啲嘢咧，最重要講係資本嘅。OK。嗱，如果冇嗱咧，硬聽啲，你冇錢咧，就算我俾嚿肥豬肉你咧，你俾1蚊可以買嚿肥豬肉，你1蚊都攞唔到咧，都幾難搞。咁你關於資本市場嘅價值同埋實際經營嘅平衡，究竟係點咧？譬如有啲人做上市公司，佢淨係顧咗咩咧？顧咗啲股價，有啲即係我哋唔好話佢不務正業。咁嗱，如果股價升，我好開心。咁但係有啲咧就係做翻實業嘅。咁究竟你兩者點樣平衡到咧？首先我哋其實都着重就話我哋個專業技術先啦。我哋覺得就係話你專業做到一個項目做得好嘅時候咧，即係自然你嘅盈利會開始浮翻出嚟嘅呢樣嘢。咁但係其實亦都會即係話要着重到就係話喺股東入邊嘅心態啦，即係譬如好似股價，我哋都要做一個平衡啦，即係可能一個另外一個就係話派息嘅政策啦，我哋會持有一個就係話比較穩健嘅派息政策。咁點為之穩健咧？即係因為始終我哋都需要現金流，我哋嗰行其實需要現金流嘅比率係可能比其他行係高啲嘅，係因為我哋可能係要投入咗，咁可能隔咗可能2個月度，我哋先可以收翻即係之前做咗嘢嘅錢啦。咁變咗我哋喺個派息政策入邊咧，亦都要比較穩健，去支持到我哋未來嘅發展啦。即係尤其喺北部都會其實投入係比較大嘅，因為佢個合約額大，咁變咗所以我哋要取一個平衡咯。就係呢個股東回報啦，因為始終佢哋投資咗喺我哋股票入邊嘅時候咧，我哋都想希望就係話每年佢哋都可以分享到，即係話我哋上一年做嘅成果咁樣咯。嗱，我諗咁樣啊，其實咧我睇完阿 Boris 咧，我又覺得有啲欣賞嘅。點解當年咧我都有我咪擦你鞋啊？當年咧我都有間創業板，咁啊當年咧創業板你好似係2間，係啦，咁咧。當年咧就冇創業板派息嘅，咁周大師知啊，我係唯一一間創業板連續2年都派息嘅。咁點解我覺得同你嘅理論係一樣概念？人哋投資除咗股價之外，股價其實唔係我哋控制，除非你做事嘅啫，唔係我哋控制，係外邊控制，即係呢個市場需求。咁但係派息咧就我哋作為大股東或者管理層係可以控制到嘅。咁喂，股價升唔升？呢啲你如果你短炒嘅，你咪股價升埋咗佢咯。但係如果你做一個穩健長線投資嘅，咁我年年有息派，叫做有得交代。當然啦，就派息我好認同啊 Boris 講就係，我哋派息之餘，尤其是我以前做 finance，
資金更加重要啦。係派息都要睇一睇，會唔會影響到我哋嘅發展嘅。咁呢一點咧，我就覺得幾認同嘅係。咁亦都好欣賞嘅。希望你咧就係能夠真係派息為主，股價高低咧就真心講，唔好俾人呃咗㗎。有啲大股東自己炒埋一份咧，係咁啊好多時咧睇見嗰啲叫不務正業啦。結果到最後咧，本來公司嘅主業做得好好嘅，結果因為自己炒股票炒窿咗咧，就連殼都賣埋。係咁我就覺得即係呢樣就冇必要，因為點解？因為而家香港嗰個工程發展咧係前途好好嘅。如果我睇即係政府咁多基建咧，咁其實踏踏實實咁做咧，做個20-30年都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你係唔踏實嘅，突然間即係不務正走就炒股票咧，其實呢樣咧就唔係好事。風險仲大。我講一講啦，佢而家其實個 P/E 係6倍，咁佢呢幾年咧都係為呢幾年都一路係有增長嘅，人哋增長唔錯，咁而佢嘅股息係8%，咁咪好咯嚇，咁啊年年都派到好高息嘅。嗱，如果個股息8%就好高息㗎啦。如果你係喺我諗喺2年零之前買咗佢嘅話咧，你而家咧應該係係唔使本，兼且有錢在咗，即係你手股票唔使本嘅啦，即係所以算派得好高。派得高，如果八厘回報係而家係8厘回報，係之前嘅時候，即係話以之前嘅時候，佢其實已經我諗派咗呢幾年呢3年咧陸續派咗120%息左右。因為點解咧？其實如果一個穩健投資咧，難聽啲有超過4厘咧，其實就好好噶啦。即係難聽啲銀行。你都知銀行啲息幾銀啦，就算政府啊嗰啲咁嘅銀發債券都係3厘幾啫嘛，你明唔明講？如果你話有8厘好多嘅，我就覺得唔應該咁苛求，唔好要求阿 Boris 年年派8%。我覺得有時睇公司發展，總之有息派就好開心噶啦。因為呢我覺得如果你哋係嗱，我唔係幫多想我講一個即係大家認同嘅就係你買一間公司嘅股票。即係除非你就諗住炒消息股，你炒嘅就輸贏係自己負責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穩健投資咧，如果年間公司年年有息派穩定增長咧，我覺得已經交到功課。我自己認為，因為我曾經都係呢啲。OK，咁嗱，今日咧，我覺得我哋又唔需要講太長，因為太長啲觀眾又會可能有啲悶啊。有機會我哋可以再講其他，或者再約個機會講下。多謝。咁Boris，你或者你自己有咩想喺行內嘅嘢同我哋分享下？最後一個問題。其實而家喺業界入邊咧，大家都係成日講一樣嘢，即係希望北部都會推得快啲啦。因為呢一個係即係未來香港經濟引擎。係啊。雖然你話其實除咗北部都會有其他，譬如機場嘅發展啊，或者係 MTR，譬如地鐵入邊嘅 project。咁但係呢一個 project 嘅時候，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做到就係話拆牆鬆綁咯。即係好似局長咁講，就係話每一個即係話持份者又好，官方又好，大家持住個心態就係話希望將件事盡量帶動咯。即係大家個角色可能未必淨係一個即係好似以前監管嘅角色。大家其實希望就係話將呢件事係用推進嘅心態。去一齊去推呢件事，咁呢件事就會容易行得順利啲啦。嗱，呢個我都認同嘅，就係你一係就唔做，既然你已經講咗做咧，就係應該盡快加快。嗱，我都知道，譬如特區政府可能資金有啲問題，或者財政有啲問題，但係佢哋都想緊辦法，就係點樣去籌集資金去做，包括發債啦。咁但係咧，啲嘢唔好拖得太耐，拖得太耐咧，其實人哋又會係你雷聲大雨點小，即係信心就低咗。所以我覺得我喺呢度咧就係，既然特區政府你真係已經決定咗去做咧，咁我覺得批評一定有嘅。初好多人都話北部大區會大白象，但係究竟係唔係大白象咧？今日未知嘅，將來即係呢個係長遠嘅投資。我覺得咧就你如果唔做，一係就唔好做；要做咧就應該加快步伐，唔好俾人哋成日吊住咧。其實係對香港都唔係好好。呢個係我個人補充嘅意見。好啦，今日我哋多謝阿 Boris 啦 ，thank you，多謝周大師安排啊，等我認識啲業界明日之星。好咁，多謝大家，下次再見，拜拜。嗱，睇完我同阿莊生 Boris 傾偈啦，咁就已經帶出幾樣嘢，就係話原來咧，而家政府唔係一定係價低者得嘅，就用雙信封制。雙信封制就係有兩個信封啦，大家聽到啦，一個係講技術信封，一個價錢啦，兩者都有分嘅，即係唔係以前咁真係純粹價低者得。
咁啊，第二咧就判上判咧，原來咧一般嘅公眾工程咧就已經係如果要二判嘅話，就必須要得到業主或者即係譬如政府嗰個同意先至得嘅。咁好似就對於判上判有咗即係控制啦。咁但係呢個只限於公眾工程公司。咁如果私人發展商或者起樓等等呢啲咁嘅所謂私人工程，點解唔包括埋去咧？政府有冇考慮到呢一啲都落嚟去管制埋咧？第二就係講緊判上判，其實而家判上判就算政府工程公司話嗰啲二判都要正式業主批准啦，咁但係都出現嗰啲工人冇糧出，原來係原因係咩咧？就係資金嘅運用，即係話業主俾咗錢，工程公司譬如政府俾咗錢，工程公司大判就俾咗二判，而二判係咪將啲錢真係用喺工程咧？就唔一定喎。嗱，我哋以前銀行做係咁嘅，就如果個發展商佢投咗幅地翻嚟，譬如當1億，我哋係會借50%甚至多啲俾佢，咁即係佢要可能攞4000至5000萬出嚟都得㗎啦。而嗰個建築貸款咧，即係起樓嗰個成本咧，我哋一般都可以借晒嘅，視乎嗰個發展商嘅信譽而定。咁即係譬如起樓2億，咁我哋就即係借咗5000萬地價，跟住2億起樓。但係我哋對個起樓嗰啲錢咧係有監管嘅，佢必須要定期咧，每一個按住個進度咧，就由 architect 出咗個 certificate 先至可以攞錢，即係保障嗰啲錢咧真係用喺起樓，就唔會話轉咗去第二度。當然有人出蠱惑一件事啦，但係事實就控制得幾好。咁譬如政府有冇考慮下，如果俾到大判二判嗰啲錢，指定用途唔俾佢挪用去第二度咧？因為我睇到有啲二判三判嗰啲錢，其實可能炒嘢，甚至炒股票、炒樓或者私人債務等等，就唔係俾工程嘅費用嘅喎。咁我覺得政府係咪可以考慮下話專款專用咧？當然咁樣係會剝奪咗一啲二判三判嘅運用資金嘅彈性，但係我覺得係可以值得考慮下。好啦，至於雙信封制，其實呢個係幾好嘅，即係話唔係價低者得。咁但係事實係唔係執行得好好咧？咁話制度好，執行就我哋要睇下時間啦。好啦，正如阿莊生講，本地公司、工程公司都希望可以分一杯羹，亦都希望同一啲大型嘅外資工程公司合作，因為我哋本地都有個優勢。但係除咗本地工程公司嘅優勢之外，政府有冇考慮下對於本地優先，對於本地嘅工程公司參與呢個大西北嘅發展、北部大都會發展，俾一啲優越條件佢，或者我哋叫做本地優先啦嚇，俾一啲更優越嘅條件，令到佢增強嘅競爭力，或者令到佢更容易參與呢個北部大都會嘅發展咧。因為北部大都會發展咁大工程嘅錢，如果全部俾晒外資，嗱，哪怕就算國內企業都唔係一定益到香港。但係如果俾到本地工程公司，唔好1萬億啦，哪怕10% 係佢哋，對於本地嘅經濟振興咧就好大幫助啦。咁呢一度咧就我首先多謝阿莊生啦，因為佢真係業內人士啦，俾我知好多嘢，亦都借到呢個機會咧，希望政府能夠考慮我上述所講嘅嘢，咁就希望就喺發展北部大都會嘅時候咧，可以令到本地工程公司優先，或者有啲較優越嘅條件俾佢哋，令到多啲錢真係益到本地嘅企業，咁變相真係幫到本地人啦。第二，喺雙信封制同埋判上判方面嘅資金嘅運用，有冇一個限制咧，加以監管咧？希望政府去考慮呢幾點。多謝大家。